喺呢條影片入邊，我哋會介紹三藩市唔同嘅兒童照顧補助計劃，同埋家庭點樣申請呢啲補助。舊金山提供普及學前教育 UPK 項目，目的係幫助家庭負擔得起0到4歲兒童嘅高質量保育同教育。大多數舊金山家庭都有資格享受全民早期教育、網絡內幼兒教育計劃嘅免費或者減免學費。另外，所有4歲兒童嘅家庭都可以選擇俾小朋友免費入讀學校聯合校區 SFUSD 嘅過渡幼兒園計劃。舊金山嘅 UPK 模式採用混合式教學，涵蓋執照中心、家庭式托兒、SFUSD 早期教育計劃同啟智計劃 Head Start。已經加入全民早期教育網絡嘅家庭可以選擇中心或者家庭式托兒所。除咗普及學前教育外，舊金山嘅家庭仲可以申請由市、州、聯邦政府資助嘅各種兒童保育補貼。每項補貼嘅資格要求各不相同，取決於家庭收入、家庭規模同埋保育需求。舊金山市補貼項目全民早期教育。全民早期教育學費資助係由舊金山兒童發展部提供。申請資格要求家庭必須要住喺舊金山，符合收入資格，並育有一位0到5歲嘅兒童。如果家庭獲得此補貼，佢哋可以選擇全民早期教育網絡內嘅持證托兒中心或者持證家庭托兒機構。最高告銷金額 MRA， 持證托兒中心有權根據上述資格直接向家庭發放全民早期教育嘅補助，好似 Holy Family Day Home 同埋 Felton Family Development Center 呢啲執照機構，以及其他好多機構都提供 MRA 入學申請補助，因此家庭可以直接向呢啲機構申請。舊金山聯合校區 SFUSD， 舊金山嘅公立學校區為18個月到5歲嘅兒童提供免費或者低價嘅幼兒、學前班同過渡幼兒園課程。家庭必須要住喺舊金山，可以去呢個連接 sfusd.edu Early Education 以了解更多關於 SFUSD 早期教育計劃嘅資訊。加州政府補貼項目。加州工作機會同責任法案 CalWORKs， 符合資格嘅家庭必須要住喺舊金山，符合 CalWORKs 嘅收入資格要求，並育有一位0到13歲嘅兒童。如果家庭獲得此補貼，佢哋可以選擇持證嘅托兒中心、持證嘅家庭托兒機構，或者係免許可證嘅照顧者，例如家人、朋友或者鄰居嚟照顧小朋友。要獲得此補貼，家庭必須要向舊金山人類服務局 SFHSA 申請，並獲得兒童委員會嘅轉介。請造訪 sfhsa.org 要了解更多關於呢個項目。家庭兒童保育教育網絡 FEDGEN。 家庭兒童保育教育網絡係由州政府資助，符合資格嘅家庭必須要居住或者係工作喺舊金山，符合收入資格要求，並育有一位0到13歲嘅兒童。FEDGEN 計劃為家長同埋監護人提供參與兒童發展學習活動嘅獨特機會。家庭喺 earlylearningsf.org 網站上提交申請表後，如果符合 FEDGEN 嘅資格，將會被推薦。如果家庭獲得此項補貼，必須要喺 FEDGEN 網絡內選擇一家持證嘅家庭托兒機構。兒童委員會嘅 FEDGEN 指導員將會協助家庭取得 FEDGEN 網絡內可提供選擇嘅托兒機構清單。加州代替支付計劃 CAP。 加州代替支付計劃 CAP 係由州政府資助，申請資格嘅要求家庭必須要喺舊金山居住或者工作，符合收入嘅資格，並育有一位0到13歲嘅兒童。如果家庭獲得此補貼，
可以選擇一間持證托兒中心、持證家庭托兒機構，或者係免許可證嘅兒童服務提供者，例如家人、朋友或者鄰居嚟照顧小朋友。CAP 嘅資金非常之有限，因此申請此補助嘅家庭將會被列入等候名單，目前沒有預計嘅等候時間。因此，我哋強烈建議家庭考慮其他嘅補助方案。對於居住喺舊金山以外嘅家庭，我哋建議你聯絡所在城市嘅兒童保育資源與轉介機構，以了解其他嘅補貼信息。因為加州喺每個城市都有提供加州兒童保育援助計劃嘅資助。一般兒童保育與發展計劃 CCTR 為居住或者工作喺舊金山並育有一位0到3歲嘅兒童家庭提供服務。符合收入門檻嘅家庭可能有資格申請相關項目。家庭可以選擇 CCTR 網絡中嘅持證兒童保育中心、加州州立學前教育計劃 CSPP 為居住喺舊金山或者工作喺舊金山並育有一位3到5歲兒童嘅家庭提供服務。符合收入門檻嘅家庭可以有資格申請相關項目。家庭可以選擇 CSPP 網絡中嘅持證兒童保育中心、聯邦補貼項目、早期啟蒙計劃 Early Head Start 同埋啟蒙計劃 Head Start。最知名嘅聯邦補貼計劃係啟蒙計劃 Head Start， 相信好多人都聽過。早期啟蒙計劃 Early Head Start 同埋啟蒙計劃 Head Start 服務於居住或者工作喺舊金山、子女年齡喺0到5歲之間並符合收入資格嘅家庭。早期啟蒙計劃 Early Head Start 同埋啟蒙計劃 Head Start 喺舊金山都有好多個服務點。以下係社區組織運作。Keiming Head Start Mission Neighborhood Center MNC Wooyi Children's Services 可以請訪做佢哋嘅 earlylearningforall.org 並申請並查睇你是否符合舊金山兒童保育補助資格。如果你住喺三藩市以外嘅地方，你可以去網站 rrnetwork.org 或者打188-543-7793揾你城市嘅托兒資源同轉介機構。